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，昨台北捷运上山新吊线的这个列车顶头，有一个查甫人，那像是被别人弄掉了后，情绪转失控，真激动，也雨伞伫咧车厢内底乌白卡。这举动也是引起其他的旅客赶忙要来走闪，混乱当中也有一个负责人无势而受伤。经过警方来确认，这并唔是攻击的事件，这个查甫人也已经互家属带到转去。 大声话讲，唔通阁客啊！捷运车厢内底咻来咻去，乘客向共一个方向咧走，现场乱吵吵，真侪人互塞到挂伫涂骹。车门一个拍开，有大阵人汹汹走出车厢，四界一直传出唔通阁客啊落车的声音，所有人走向出口，脚步才放慢落来。不过一路对人走的民众，也阁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大家跟着跑，我就跟着跑了。 本日20时32分，捷运北门站有一名男子与母亲一同搭车，因故情绪不稳，其母全程在旁陪伴，而引发列车乘客骚动奔跑，致物品掉落。 这场耶诞节意外就发生伫暗时8点多，北捷上山新店线，一个男性若像甲其他的旅客相爱，情绪失控，也雨伞直直咧降，引起车厢内底乘客紧张，走去其他的车厢，无想到煞引起愈大的扰动。走的过程当中，造成一个负责人受伤。经大同分局及检警察队立即派遣多名警力到场处置，现场有一名妇人在奔跑中受伤送医，为避免后续骚动。 由警方护送该母子至北门站出站，经确认并非攻击事故。台北捷运也呼吁民众发现任何异常的行为，拢爱先保持冷静，唔通惊吓。在确保家己安全的状况之下，随卡110也是通知车站的人员到场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